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心靈讀書會，我係 Kathy。呢個 channel 會喺逢星期一同星期四同大家分享一本勵志書，希望大家認識嘅唔單止係一本書，而係書入邊可以帶到俾大家嘅正能量，喺生活之中得到更加多嘅啟發，活得比昨日更加好。你可能同我一樣，人生有好多唔同嘅角色，係人哋嘅仔女啦、父母、老闆、下屬、另一半、好朋友，甚至係敵人，背負住好多責任，點樣可以喺各方面得到平衡而做得更加好呢？我相信最重要嘅先決條件就係令到心靈健康。如果你有一啲好重要嘅人都想同佢分享呢一份健康，請你哋將呢一個頻道同佢哋分享，令到大家都變得更加好。今日呢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對好多中年人都好重要嘅書啦。書名叫做呢《覺醒中年》。如果你覺得呢人生呢好似行到一個位，明明做足晒呢大家都認為你應該做嘅事，但係心入邊呢依然覺得好迷茫啦，好疲累，空空咁樣，呢一本書呢可能會係你人生下半場嘅一盞明燈。覺醒中年嘅作者呢，就係 James Hollis 啦，係一個美國非常著名嘅心理學家，亦都係深度心理學界好有份量嘅學者。佢研究中年嘅轉變呢，超過40年㗎喇，見過無數係因為屋企啦、工作、婚姻、責任喺中年階段變得迷失、崩潰、抑鬱同埋覺得人生冇意義。作者呢有一個觀察呢，就係中年危機唔係失敗，而係人生成熟嘅開始。因為中年呢只係有一次，你真正去有能力、有勇氣咁去問自己：我一直係活着人生啦，定係活着為自己呢？定係為咗其他人呢？佢寫《覺醒中年》呢一本書，就係希望我哋穿過中年嘅迷霧，重新咁樣揾翻內心嘅方向。書入面講呢，中年危機其實唔係一件壞事，佢係人生呢突然停低嘅時刻。咁究竟乜嘢係中年危機呢？以前我哋成日都覺得只要努力呢就會有好嘅結果啦。睇到呢一度呢，我有一個 side track 嘅諗法，人生就只有減肥呢先至會喺努力有結果嘅。Keep fit 係付出有回報嘅最好見證。咁但係作者呢就成日都覺得呢，做個好嘅員工呢就可以穩定揾到份好工啦。做個好嘅爸爸媽媽呢，家庭就會幸福，小朋友就會有好嘅將來。跟住規矩走呢，人生就會順利。但係人生行到35歲、40歲、45歲，你就會突然發現，原來好多嘢唔係努力就控制得到嘅。作者呢 Hollis 呢就用咗一個例子，有一位42歲嘅企業管理層，佢結咗婚，有2個小朋友，有樓有車有事業，但係佢每日返工呢個心呢都覺得好沉重。佢又同作者講啦：我人生每一件事都好似完成咗，做得好好，但係我唔知道自己為咗乜嘢而活。Hollis 作者呢就答佢一句好深奧嘅說話：你唔係迷失，你只係第一次聽到自己心入邊嘅聲音。書入邊嘅第3部分亦都講到呢，覺醒中年究竟係啲乜嘢呢？覺醒中年嘅意思就係話，停止只係活喺角色入邊啦，亦都開始活喺自己嘅靈魂入邊。以前呢，我哋呢就會活喺社會嘅期待啦、家庭嘅期待、家長嘅角色、工作嘅角色、責任同埋義務。而覺醒中年係第一次，你幫自己去問下自己：我真正想活嘅人生係邊一種呢？係咪所有嘢都一定要跟住以前嘅模式去走呢？我仲有冇其他嘅可能性呢？書入面呢有一個中年女性嘅故事，佢喺醫院呢做咗10幾年護士㗎啦，人人都讚佢安分啦、穩定啦同埋勤力，但係佢每日呢都覺得好攰、冇精神，成個人呢好似行屍走肉、冇靈魂咁樣。佢喺手術室裏邊呢講咗一句說話：我成世都會喺度照顧人，但係亦都有冇人問過我想點樣被照顧呢？作者認為覺醒唔係一種反叛，而係返去自己嘅身體上邊，聆聽自己嘅聲音。書入邊呢亦都提到呢4個覺醒嘅重點啦。第一個覺醒嘅重點呢，就係聽見自己真正嘅渴望。中年人最大嘅痛苦呢，唔係冇能力，係唔知道自己想要乜嘢。書入邊問咗一個好好嘅關鍵問題：如果呢個世界都冇人反對你嘅話，你會點樣做呢？你會想點樣去活你嘅人生呢？好多中年人呢，聽到呢一條問題都有一種莫名嘅感動，因為你終於可以做返自己。因為佢哋突然間明白，原來自己嘅夢想早就被一啲世人嘅眼光收埋咗。作者提到第2個醒覺呢，就係恐懼先係真正嘅監牢啊！
中年人咧表面嘅困境背後咧，其實都係恐懼嚟嘅。恐懼唔係怕轉工、怕改變、怕失敗，真正嘅恐懼係如果我怕失敗咗之後，我仲有冇價值呢？如果我唔再為他人服務，我仲值唔值得被愛呢？有一個45歲有個男人想創業，但係10年都唔敢踏出去，因為佢認為時機未到。但係 Hollis 作者咧直接就拆穿佢啦，你根本唔係喺度等待時機。你係甘心去過一個唔會受傷嘅人生，而一個唔會受傷嘅人生其實係唔存在嘅。作者提到嘅第3個醒覺咧，就係拆解他人嘅期待。書入邊咧，其中一個章節咧就叫做你唔係別人賦予嘅角色。好多嘅中年人其實唔係活得唔好啊，係活得太乖嘅員工啦，乖嘅伴侶，乖嘅子女，同埋乖嘅父母。但係乖嘅代價係你唔知道自己係邊一個。書入面有一句金句就係話，他人嘅期待係最精緻嘅監獄，覺醒就係拆掉呢一個監獄啦。而第4個覺醒咧，人生咧並唔係線性嘅。以前咧我哋就覺得讀書、揾工、結婚、生仔、買樓、退休就係人生嘅線，人生嘅順序。但係書入邊話，中年之後咧，人生係唔再有 checklist 噶啦，而係靈魂嘅旅程。你唔需要成功得更多，你需要活得更加自由。書入邊嘅最深刻嘅一句呢，就係話中年係你停止向外界交代，而開始向自己交代嘅時候。呢句呢講出咗好多中年人嘅心。以前你交代俾上司啦，俾家人，俾社會，俾角色，而而家你開始問，我可唔可以為自己作一個交代呢？如果你而家正係喺中年嘅十字路口，覺得迷茫，覺得人生冇方向，請記得你唔係失敗，你只係準備踏入人生嘅另一個層次。覺醒中年唔係崩潰，係成熟。好多謝大家聽到嚟呢度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分享，記得 like、訂閱同埋留言話俾我知。你而家最想解決嘅中年困難係咩呢？中年之後你會點樣去選擇？點樣處理家庭、職場同埋內心嘅拉扯呢？同點樣揾翻屬於你人生嘅下半場呢？好多謝大家陪到我走到嚟呢度。今日係咁多，拜拜。